后来继续来看国内新增加的第40例确诊的个案，嘛是泉州公主号一个台湾的旅行客，进前确定有去感染到，伫日本治疗已经好啊，返来台湾。台湾这边过来做采检，第一届是阴性，但是第二届甲第三届竟然阁拢是阳性的，这嘛是国内第一例阴阁转阳的个案。疫情指挥中心讲，因为采检的部位无同，也佫有病毒量的济少，拢会影响到检验的结果。已经隔离14天的公主号游客总算到台湾，其中有一名70多岁妇人人，康复回台却被发现体内有病毒，判定是第40例确诊个案。是搭一般的客机啦，那不过它的前后2排都有空位，那另外就是它有这个戴口罩。回国之后，有先到医院里面做采检，那1采是阴性，不过我们在2采跟3采的时候，那大概有发现一些异状。这名妇人人2月初是到日本了后停留伫船顶，2月15检验阳性无症状，2月16住院隔离治疗，2月25日本医方2次采检阴性判定出院。2月26搭机回台送医隔离检验，当时1采阴性，2采出现阳性反应，保险期间3采检验出阳性确诊，感染科医师担心首采可能4成验袂出，加做防疫漏洞。检验本身的敏感度是不是100%的？所以有些时候你这个检体里面有病毒，可是检验的方式不够敏感，它就会变阴性。那第二个可能性呢，是在采检体的时候没有采得很好可能采到一个比较差的检体，或者是呢采到比较上面的检体，那病毒可能是躲在下面的。为了改善检测方式，即马嘛专门提高标准，针对可能患者，拢爱3次采检。一次检验呢，可能有30%的机会是为阴性，2次就变成9%到10%，那3次呢就会降到可能3%那如果3次都是阴性的话呢，做错的机会就很低了。实在是因为病毒上过搞怪，即马又搁出现变异，嘛增加防疫困难度。检测的准确性可能会被影响，因为病毒变异的位置是不特定的，它会随机在变。那如果你检测的部位刚好变了，那你那个检验就会验不出来。医师提醒，就算采检出来是阴性，嘛免去在意，也是爱注意健康状况，挂喙安，做好清洁，避免传染。